嗨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平安。很欢迎各位今天来到这里的地方，一起来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。那首先呢，来 PPT 帮我们放一下哦。在这边有几项注意事项，请各位遵守一下。第一，我来念一下：礼拜中请勿饮食。第二，聚会中请勿随意走动。第三，聚会中请你要关闭你的手机，将它走入震动，不是关机哦。对。然后呢，就是聚会中请保持安静哦，因为我们的活动非常非常的精彩。如果你有在一点点的聊天或者是讲话，你可能会干扰到别人。但是如果干扰到别人就不好了，或者你自己丧失了一些很好的讯息，那也不好哦。那我们就是在这边，只要是3C 产品会任何有声响的，请你就把它转为安静的模式，不要去打扰到别人。那我们楼下有厕所，如果你需要如厕的时候，请你安静的从往两旁走，请不要往中间走。那安静的走出去之后呢，往最后面走，你就可以到厕所了。那请各位敬请期待，以期待的心来期待今天的迦南音乐季。对，好，谢谢。我们欢迎我们的街舞少年之家，请掌声鼓励。好笑啊！